深，找有彼款的人，予我心水的伊。随着音乐听着孤独舞伴相思，写一条明信片，不知要寄倒位。啊，西北的雨半边风吹微微，念一杯有咖啡，苦涩无味。好，欢迎大家吼。我简单讲一下吼。虽然咱读的这个文本是教会公报，但是基督教教义吼，毋是咱这个课主要要讨论的吼，嘛毋是讲咱所讲的内容，还是咱讨论的内容，拢袂使超过基督教吼，毋是咱这是公开吼。所以你所有的其他的思想，所有的这个其他宗教教义吼，你拢无迄个禁忌拢会使摕出来讲。啊，为虾米会读教会公报？最简单就是因为我想要加了解一寡台湾历史吼。伫教会历史内底吼，会当因所记载的历史内底，有时啊会甲台湾民间所发生的代志拢写入去吼。而且是一种足素朴的一种台湾历史啦吼。有时啊你可能伫正史看袂到吼。好我甲link打去啊吼。这是教会公报第4期1885年9月出版的吼。第4期的第2章，啊，阮第2页啦吼，第2页已经看到上尾这一逝。1885年顶回介绍过吼，就是拄好侵华战争结束的迄一冬吼，伊伫个6月的时阵签约结束吼。因1885年4月，因为归人因为淡水拍袂落，因转去拍澎湖，澎湖拍落来了后，结果因迄个大将吼，叫做高博将军吼，伫澎湖病死，病死了后2个月后，侵华就签约结束战争，所以1885年是台湾算开始平静，开始，而且大清政府嘛开始有咧重视迄个台湾的建设吼，所以1885年是台湾开始平静、开始建设的一年，啊当然建设时间10年了后，就去互日本人摕去啊吼，所以大清国统治台湾200年，其实干那建设20年吼。咱来读这最后一纸吼，这段是你会当看第2页开始的开头这小标题讲，劝人离开世俗，所以这段文章就是劝人离开世俗的代志吼。伊毋是讲你一定爱搬去青山哪来，是讲你心内袂当甲世俗的代志囥伫第一吼，这是基督教教义一般拢安尼，你教世人就是讲你袂使甲世俗囥伫个心内做第一项，你爱甲上帝的代志囥伫第一项吼。第2页最后一纸，咱来读吼。我也知有人讲，若说啥，继续读落吼。若说史 ，OK， 若说史，我来解一下这个 link 吼。歹势，差点才寻着。伊迄个离开房间甲迄个设定的客做伙无拄好咧寻着伊，就甲大家赶走。我解一下 link 吼，这个无拄好就赶人去哦。link 3。嘿。直播转去直播袂记咧甲即个，迄个画面小换一下吼。直播画面，好，我即马画面就是迄个第3页吼。伊个耶稣是19页啦，因为伊对第1期开始，耶稣开始偏去哦，偏到即马是第4期第3页，但是伊会偏耶稣偏好死。
19页。好，我也知有人讲，若摄取，咱继续读吼，若摄取你，即嘛第一段吼，若摄取你，若摄取你世俗远远，是亲像是一般，若亲像是一般，若咱继续读，因为我看无吼，若袂感激世间人，也袂会互因得到利益。安尼我看有吼，摄取离世俗远远吼，有人讲你若离世俗远远，是亲像死一般，就敢若人死，你个含死有啥物无共啊吼，意思讲安尼，是敢若死去共款吼，是亲像死一般吼，即个一般，台语可能逐个较袂安尼讲啦吼，是亲像死一般吼。若袂感激世间人，也袂会互因得到利益吼。我活伫世间几十年以来，所看见、所听见是不止济，不论男女，袂捌看见一人体贴世俗的、会情的、会感激别人。吼，后壁即句啥物意思？我活伫世间几十年以来，所看见、所听见是不止济吼。不论男女，袂捌看见一人讲体贴世俗的情的，会感激别人吼。意思讲你属于世俗的人，其实你是袂去感激别人吼。即句毋知你有同意吼？即段咱搁读一下吼，因为咱搁对读一下。我也知有人讲，我也知影有人安尼讲吼。若摄取离世俗远远，是亲像死一般，若袂感激世间人，也袂会互因得到利益。这是别人讲的吼。伊讲我捌听人安尼讲吼，讲你若离世俗远远吼，像死相款嘛，含死相款，若袂感激世间人，也袂互因得到利益吼。后来即句，后壁即句是啥物人讲的？我无介理解吼。应该是即个杜假所讲的，杜假就是作者吼，伊讲的讲，其实呢，我活伫世间吼，几十年以来所看见、所听见是不止济，不论男女吼，袂捌看见一人体贴世俗的情的，会感激别人吼。头前有人安尼甲讲嘛，讲你离开世俗远远，其实是若死相款嘛吼，若袂去感激世间人，而且嘛袂互伊去得到利益，结果伊反转讲，其实我所知影，所有体贴世间事的人，其实拢袂去感激别人吼。咱继续读下吼，倒手边第一段，即2、3、4、5吼，第5、第6段吼，应该算第6段，是通世间若照世俗所行的。若负认人无力通感激伊的丈夫，互伊行好，就丈夫也无力通感激伊的某，互伊行好吼。即句话讲正讲倒讲安尼就对啦吼。拄则讲体着世俗的人无法度通袂去感激别人吼。即马佫讲你若照世俗咧行吼，做翁的无法度互你的某得到利益，做某的无法度互你的翁得到利益吼。好，咱来看第2段。第2段倒手边第2段吼，伫索多玛骑的路程，
用所有的气力攻击索多玛人，这是圣经内底一段故事啦吼，这应该这是算诚出名的故事，大家可能都捌听过。索多玛是一个传说中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啦吼，内底连一个好人都无吼，连一个好人都找无吼。迄个上帝要降天火来烧即个索多玛，我袂记敢若是路德吼，讲路德吼，歹势毋是路德是路德嘛吼，路德罗德吼，路德吼，伫个和合版华语圣经是翻做罗德吼，路德。即个也想煞讲起吼，巴克的圣经你翻译的时阵吼，其实我巴克的版圣经是我上爱圣经版本吼，因为伊照即个希伯来原文或者是新约的希腊原文吼，翻译了足达到即个完全即个信息的程度吼，对原文的迄个翻译的足信息，足信息的吼。含即个华语和合版吼，其实含巴克版袂比哩吼。华语和合版吼，我感觉是内底足侪毒素吼，就是中国人咧翻译的时阵，家己原本迄个读壳内底迄种儒家的思想吼，拢写入内底吼，迄是足歹吼。伊对于圣经原文有时啊拢会曲解伊的意思，会甲扭曲去吼，甲伊的意思甲翻歪转去吼。而且无爱讲详细吼。我即样要讲的是讲，巴克咧版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伊咧翻译人名、地名的时阵吼，我感觉伊是直接照迄个和合版吼，就是伊去参考北方即个官方的和合版，就是啥物？我现在一时袂记和啥物和啦吼，意思就是官方的官话的版本，和合本安尼啦吼。官话就是北方的做官人咧讲的话嘛吼，北方官话的和合本。伊就敢若伊应该是去参照即个和合本，甲人名地名直接用中文华语的迄个翻译摕来用吼。所以譬如讲耶稣，你若知伊原文应该毋是读毋是读耶稣是读原个是 Jesus 啦吼，但是实际上伊是读 Jesus 啦吼。西班牙语读 Jesus 是较接近迄个希伯来原文的吼。华文翻做耶稣，佫算佫足活吼。但是台语你直接甲耶稣翻做耶稣，就啥物就完全走转去所以和合本耶稣其实离迄个耶稣或者是 Jesus 吼，迄个音已经走转足侪吼。所以你后来看迄个林俊雄长岛，因即摆咧翻的即个现代，啥物叫做现代什么台语版的迄个，因着甲人名着照原文来翻的，我会记敢若伊着叫做耶稣的款吼。后来这是关系着巴克咧版的人名甲地名翻译吼，有时即个，因为你甲华语摕来佫翻做台语，佫后一遍吼，你声音规拢走转去吼。就咱敢若即摆地名，咱中间看牛达湾吼，伫个即个云林嘉义遐是嘉义来遐出海，遐有一所在叫牛达湾。牛达湾你即马台语写做华语，叫做伊写做牛跳湾，牛跳湾都拜托你佫翻做台语叫做牛条湾，就完全无共意思。牛条是牛咧大所在，伊是牛跳，毋知台语变哪翻啊，我袂晓。但是实际上台语的发音是牛达湾啦吼，牛达湾啦吼。这是巴克咧版翻译一个问题啦吼。伫索多玛，我即摆佫转来遮讲索多玛即个上帝讲要降天火，要甲即个火声烧掉，讲即个城内底全歹人连一个都找无啦吼。路德就甲上帝求讲拜托你嘛小体谅者，阮可怜的人，你讲莫讲安尼一时要刣杀了吼。上帝讲好，无你去找10个好人，还是偌济？反正一开始敢若是100个是规个10个款讲你免伤济，找10个，到尾连10个都欠袂起来，到尾讲你若只要找规个就好，就是愈减愈少就对，但是一个就是无法度达到上帝所要求迄个人数吼。所以就甲迄个索多玛烧掉安尼吼。这一个故事是路德的。伊敢若含伊某逃出，当然是上帝讲你是好人，你放你走，你紧走安尼吼。
伊就带因某走，甲因某甲上帝交代讲，你袂使越头，去甲因某越头变做迄个盐条安尼，即就是迄个故事吼。好，简单甲即个故事讲者，咱继续讨论吼。伫索多玛徛吼，徛就是点伫啥物所在叫徛吼，徛起伫啥物所在，这是台语的讲法吼。I live in Taipei 啊，就是我徛起伫台北，我伫台北徛吼，毋是 I stand in Taipei 吼，这完全无共意思的事吼。伫索多玛徛的路点吼，咱来看一下即个台语大词典即个徛字吼 ，KHIA， 应该是第七声吼，为虾米伊无？哦，对，第七声吼 ，KHIA 第七声，第七声就是顶头一个怀乖吼，一个怀位就是徛吼。啊，即个汉字台语大字典汉字是用粪土啦吼，粪土的写法，甲即个竖吼横竖即个竖，甲写做徛字的即个粪土的汉字吼。其实即个汉字绝对无徛音啦，我的意思是讲，你若去空气字典去显的时阵无即个徛音啦。但是咱就是甲即个，因为徛你找到汉字来用的时阵，你就只好去找一个意思相近的音字来混用嘛吼。即伫咧日语内嘛是拢安尼吼，会混用吼。啊，就所以这是混用字、训用字吼。啊，徛一个意思就是徛你，当然嘛，伊就是有 stand 的意思啦吼。啊，第二个意思讲住吼，所以你住伫倒位，就是你徛伫倒位吼。哦，伫遮徛惯势，啥物意思？毋是你站着习惯了吼，伫遮毋是徛甲变惯势啊。伫遮徛惯势，讲我伫遮住惯势啊，我袂惯势住别位啊吼。这是第二句吼。徛无钱厝，徛无钱厝是。就是做家啦吼，因为免钱嘛。这是徛的例句甲归税，啊伊总共徛有8个归税，我就无爱直接一个讲啦。有兴趣你再看吼。啊是要看者，徛铺经营徛，这叫做应该是架铺的铺吼，徛铺。经营制糖业叫做徛铺，徛蚵是经营厨房，我毋捌听人安尼讲，但是真出名吼。徛蚵、徛泥房，应该是就是经营啥物叫做徛？我今仔日学着吼，下料嘛是叫做徛杆。哇，即无你无看字，毋知这啥物意思？杆是发酵迄个酵吼，徛杆。啊，一徛一画，就是一竖一画吼。这是第五解说，就是纵线吼，徛的线纵线啊，叫做徛。第六个是记录人名，甲名写落来就对啦吼。这我都捌听人讲过吼。比如讲，你要徛啥物人的名，你要甲啥物人的名写落来，意思就是安尼吼。你要徛啥物人的名，即个徛是遮有解说叫做记录吼，记录啦吼。这一般我是啥物伫啥物情形之下听？比如讲，恁厝诶人咧写啥物名单啦吼，还是讲你写复音好啦，歹势举一个歹例吼，写复音爱甲一个人写来啦吼。伊就问你要徛这遮要徛啥物人诶名？就是你写啥物人诶名吼？因为咱写字诶即个较早。即个汉字写字的习惯是自顶头写对下底嘛吼，就是徛写吼，就是竖着写吼。所以为虾米讲你要徛啥物人名，就是你要甲啥物人名写落来吼，put down。第七个解说是数量的合计，拢总徛5块半吼。我敢若家己句念出来吼，其实我毋捌听人安尼讲，但是不徛吼，拢总徛5块半，就是数量的合计。第八是股票的持股。吼，这就会使学起来，因为即摆这现代生活内底你买股票吼，原来佫定定会用着嘛吼。徛3股，就是啥物？我手头买3股啦吼，徛3股。好，安尼以后就会晓讲吼。你有即个台一个股票几张啊？我徛3张，徛3000股安尼吼，就是安尼。好，咱转来即个文本遮，即个徛字吼。先煞学啦，本来是一个足简单的字，就是我住伫啥物所在，或者是我徛伫啥物，我 stand 伫啥物所在，但是这是我住伫啥物所在吼。伫索多玛徛的路点吼，就是住伫个索多玛的路点吼，歹势路点。
用所有诶气力感激索多玛人，毋达到阿伯拉罕，落着爱救伊诶囝婿，反转拄着因母难。哇，这对迄个故事若无理解，我即段毋知你讲啥吼。其实我嘛无啥会记迄个故事啊，所以我直接无理解伊讲囝婿是啥物事。咁落着诶囝婿是安怎？落着爱救伊诶囝婿，反转拄着因母难。哦，歹势，我若讲袂记吼。第一点，我甲爸比我 make a moderator， 再欢迎你帮我交台。当放麦克互一对人若有意见有啥问题，拢会使讲啦吼，会当甲拍断，甲问问题啥拢会使吼。Eric， 你有要起来无？我甲你扭一下，来。你安怎用？哦 ，invite to speak。其他人再麻烦，对，巴比利吼。毋知 Eric 对索多玛即个故事都有着起故事，毋知有，若再甲我补充一下吼。好，咱继续读咧，因为我无介清楚，所以咱继续读咧吼。我先搁对头读吼。伫索多玛徛诶路着，用所有诶气力感激索多玛人吼，毋达着吼，搁毋达着吼，咱顶回有读着毋达着啥，就是 A 毋达着 B， 就是 A 比 B 较歹吼。毋达着即后壁阿伯列罕讲诶，讲。毋达着阿伯列罕啊，毋是毋达着阿伯列罕讲吼，即摆意思是讲索多玛吼所做，搁比叫阿伯列罕歹，但是伊后壁解说吼，解说会听，落着爱救伊诶囝婿，反转拄着因母难。哦，这我知影，我想起来，我等下再解说一下这故事吼。以色列人每摆离开上帝。去甲异邦人交陪，爱活靠安尼加因的权柄气力，毋知叫反转较害。因安尼做，毋若袂加因的权柄气力，是连本有的权柄气力煞渐减少。索多玛敢若是本来是想要讲去救伊个因厝边的其他的亲戚吼，颠倒去互因侮辱，但是我已经无啥会记是侮辱啥，我印象中是敢若有一段是迄种男通奸，要安怎讲，就是查甫含查甫的行迄种代志啊吼。伫即段经文内底有安尼写，但是我已经袂记迄个实情啊，反正就是敢若是上帝派一什物找用的人去拜访即个家，结果你去互因内底查甫人甲徛起就对啦，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啦。所以即只讲落着爱救伊的囝婿，反转拄着因母难吼，就是安尼吼。以色列人每摆离开上帝，去甲异邦人交陪吼，爱活靠安尼加因的权柄气力吼，就是圣经内底每一遍记载像安尼代志，就是犹太人为着要摕到好处啦，要得到利益啦，要避免祸害啦吼。因去交陪一般世俗人吼，想讲看是毋是会当避免过即道的灾祸啥物，差不多是类似即种代志吼。结果呢，颠倒拢是颠倒害就对了吼。就是伊正讲的，爱活靠安尼加因的权柄气力，毋知叫反转较害吼，颠倒较害。因安尼做，毋若袂加因的权柄气力吼。是连本来就有诶权柄气力，煞渐减少。好，来即段就讲遮，咱搁继续读落吼。若有倒着诶
倒啦，啊无倒着，我即马佫算一下，中一段就是第二段的第几纸啦？1、2、3、4、5、6、7、8、9、10、11、12，第12纸吼，中遮让一空吼，遮开始无日无日吼，无日遮开始 ，BO 开头吼，无日有一个妇人人对我讲，伊常常尽力劝伊的丈夫三甲去拜堂听道理吼。某一天有一个妇人人安尼甲讲吼，我定定甲阮先生高一下讲，今仔斗阵来拜堂听道理吼。这是台语教会因惯势讲法叫做听道理吼，就是去教会听，这华语叫啥？去教会聚会啦，听布道啦吼，安尼，无得是安尼，但是台语教会就讲听道理吼。伊的丈夫讲，若你甲我三甲来去看戏，我则甲你三甲去听道理吼。因翁就甲出条件吼，画巴拉欠，意思讲，啊你若含我来看遐戏吼，我则陪你去看，去教会听道理吼。我听即个妇人人所讲的话，则反转问伊讲，既然安尼因，后来你的丈夫论拜上帝的事，有敬重你，亲像永日啊无？迄个妇人人讲，我安尼相让，后来佫较无体面吼，佫较无体面。无体面体面嘛是华语内底有用词吼，无体面。咱来甲改顺呢，咱来看一下台语大词典吼。THE 第二声面 VIAN 第七声。体面改顺是面目或者是名誉吼。名誉还是名誉啊吼？有体面吼，例句是有体面，遐是小体面、无体面、咬做体面吼。我看一下原册，改说。日本版的，我意思是安尼吼。我毋知芭比你敢有甲即个YouTube 直播的即个 link 打去吼？我有另外有 YouTube 直播吼，啊所以。好感谢，就是恁若要看即个我分享画面吼，会当看，就看会着我即马分享即台语大词典的画面。体面伫遮吼，体面面目句吼，就面目吼，啊是名誉吼，名誉，或者是公营吼，有体面就是有公营吼，体面。所以差不多意思啦吼，无体面就是就是下面子嘛吼，无体面。搞做体面就是搞做表面功夫啊吼。啊，所以即遮讲，后来佫较无体面，无体面吼，就是安怎讲？无面目，无公营。我毋知直接要安怎即个翻译。迄个妇人人讲，我安尼相让后来佫较无体面，就是讲我颠倒较立场较颠倒徛袂牢立场啦吼，失去上帝的即个荣光啦吼。好，咱继续读落第3段，倒手边上尾一段吼。顶面才会劝人离世俗的道理，是对香港的樱花合片翻译的樱花合片。樱是英语啦，花可能是华语吼，花其实是华语即个花其实会当会当读花吼，毋是读花呢，会当读花。哦，所以你若看你若有机会听着老一份的，我讲老像伊比我较老的吼，我50几岁比我较老的70岁以上，70、80岁。你若听你讲的时阵，伊会讲中华民国吼，因迄个花是发第声吼，因为较早拢是讲中华民国吼。
所以樱花合篇吼，可能是英日华日合篇吧，吼，因为我毋知无汉字，我无介清楚即本书是对即本。樱花合篇翻译的，怎样合做樱花？后壁佫解说，怎样合做樱花合篇啊？因为一面是中国字，一面大英国字，所以伊这是香港翻译的是，圣经是叫做啥？即马华语叫做中英双语吼，就是樱花合篇的即个圣经。一摆翻译袂了，听后摆佫译吼，就是即个故事吼，劝人爱离开世俗吼，故事还未讲了，所以伫遮伊解说吼，讲后回再佫译吼，所以即个负面人后来安怎吼，咱无定后一期会当看着吼，即嘛嘛相款吼，即种代志嘛毋是伫迄当阵吼，即嘛有你若有人迄足热心的教友招你去教会，还是讲人用招去教会，有时拢会甲出遮条件吼，你甲交管一下，我才来，像安尼。好，咱来继续看即个第四期第3页正手边第一段吼，第一节开始。耶稣死的应该是缘故啦吼，伊迄个故字太薄尔，就是应该是缘故吼。故是第三声，所以应该有顶头一拖就是从左上到右下叫做一拖吼，应里8团的吼，就是即叫做一拖吼。即嘛是我平会伫咧即个教育广播学着吼，伊讲即个叫做一拖。耶稣死的缘故。照结物的人所讲究，结物的人所讲，啥物叫结物啦？我查者吼，啥物叫结物？结物啦吼，毋捌听讲。KEK 物 BUT 第8声。哈 ，OK， 结物就是较早学着迄个王阳明。结物弟弟吼，哲学文，哲学的学问吼，结物的学问吼，结果呢是啥物呢？就是研究自然吼，物理学啦 ，physics 吼，科学啊。所以伫迄当阵，科学 physics 还是物理学，迄当阵佫有一个名叫结物啦吼。即只是讲照结物的人所讲究吼。我毋知即只是讲啥物，结物的人，啥物叫做结物的人？就是较讲究科学的人嘛，可能是吼，咱看了就知吼。好，来，我开始来读即个第一段。人顶伫12架，吼，手掌骹盘，互铁顶插过去，袂得到死的缘故。因为这是毋是佫太薄？因为有时我实在是读袂落，因为伊个声条若无飘出来，就无读吼。因为顶无插着大条血管吼，安尼对啦，顶啦吼，毋是顶。我是本来想讲伊太薄佫绕到去。声条符佫绕到，叫佫无毋是啊，这是顶是名词吼，毋是顶吼，顶是动词。因为顶无插着大条血管吼，无插着大条血管，又佫遐个空拢互顶塌的，无流偌济血出来吼。即只你讲顶是个袂随死啦吼。即段我佫读一遍吼。人顶伫12架，手掌骹盘，互铁顶插过去，袂滴到死的缘故吼，袂死的原因是啥物？即个缘故，即只缘故是讲原因是啥物吼？后壁是解说啦吼，后壁来解说。头前咱看吼，啥物叫做手掌？手掌，大家拢知 palm 吼，手掌、手掌。
骹盘脚底板叫做骹盘吼，所以手掌骹盘，互铁顶插过去，即个插字吼，插落就是咱来看一下插字，有啥物例句通好用？伫学台语当中吼，其实学动词是一个足趣味诶代志吼，因为台语诶动词足丰富，当然讲起来就是意思就是台语诶动词足歹学啦吼。你若要学台语，其实伫咧文法上一个诚大困难，就是要用对一个适合诶动词吼，拢真讲究啦吼。插第八声吼，好，插第一个过去是插啊，是迄个名词，插啊就是凿子吼，插啊吼。第二个意思则是动词刺插吼，有例句讲，烫捌摕清脏水会插吼，所以你看迄个就是你穿迄种足粗诶物件伫咧身躯顶，迄个伊会插你诶身躯嘛吼，所以就用即个插字。烫捌诶清脏水会刺插吼。第三是雕刻吼，刻红仔嘛是插吼。雕刻吼，就是甲一块柴摕来用刀啊，还是用迄个插啊吼，去甲雕出一个形出来，刻出一个形出来吼，即就叫做插吼。伊个例句是讲插鸡家己牙吼，牙鸡迄个鸡啦吼，插鸡家己牙，你家己就是自找麻烦啦吼，插鸡家己倒。一种搁较简单诶讲法就是牙鸡啦吼。就是你家己举鸡嘛吼，就是自找麻烦，华语叫做自找麻烦吼。插鸡家己举，就是一个搁较长一丝来讲法啦，就是举鸡较长诶讲法，就是你插一个鸡互家己咧举吼。插花就是雕花，插花吼，华语叫雕花，台语当然你嘛使讲雕花啦吼，你讲插花嘛是会使吼。第四个意思是举发。缺点或者是弱点，就是你甲别人诶迄个缺点讲出来，甲别人诶弱点讲出来吼。当然就是咱看例句吼，插骨芳，或者是互人插空，就是去讲，小要安怎讲，就是当面互人歹看啦吼，就叫做或者是。另外一种搁简单诶讲法就你莫安尼讲话甲我插，意思就是安尼吼。插即只是伊是用一个较趣味诶讲法吼，讲插骨芳，插人诶骨芳个插，是互人插空吼，就是甲人压别人诶缺点吼，插字，好，加减学啦吼，因为。你单看即个教育广播吼，你有时你感觉足无聊，专讲一寡迄个基督教教义吼。所以你伫遮会当，尤其是看了动词吼，我拢尽量互大家来现一下词典，学一下讲即个动词伫台语有偌济种用法吼，有足侪种无共诶用法吼。你若有法度伫台语内底，你若有法度动词像安尼遮尔活泼诶用法吼，遮尔活跳即种各种用法你拢会晓吼，你诶台语会听起来足水气吼。台语听起足水气，毋是要互你听来讲你真有学问啊，是互你听来感觉你诶即个语言表达吼，加足丰富安尼吼。譬如讲你伫咧生理场啦吼，各方面你若有法度通安尼表达诶时阵，其实你就会当摕到搁较，你就会当摕到订单嘛。你是讲你教学生，是伫咧学校你教书，是讲伫外口你教人物件诶时阵，你有法度用遮尔好诶即个。台语表达种时，你当教了，搁互人较愿意听落嘛，因为你感觉你讲话足活跳足趣味诶吼。上趣味诶就是你若去听迄个华玲珑诶吼，你若有机会去夜市听华玲珑诶讲，我毋知即嘛台语华玲珑迄个少年敢有法度讲遮尔趣味诶台语吼，你看老像你华玲珑诶，就是足趣味诶吼。好，我是念到倒啊？就是拄则讲迄个为虾米？
讲耶稣顶伫十字架无随死，迄个原因是啥？因为钉仔无插着迄个大条血管嘛，伊讲无插着大条血管，而且插过了后，迄个空佫塌掉的嘛吼，血流袂大量的流出来吼。好，咱来看第二段，时间是10:09吼，佫剩差半点钟，无差20分钟。凡若顶伫十字架，我等下留3、5分钟，互大家问问题开讲一下吼。凡若顶伫十字架的人，较常是3、4、5日，有诶较侪是有诶较侪日才死吼，就是顶伫顶头，毋是随死吼，3、4、5日吼，有时啊佫较长吼，是因为因冤仔拖铁到无气力的缘故。等下即只2、3个书看，规句都看无啊吼。是因为因冤仔知啦吼，就是缓的叫做冤仔吼，伫台语叫做冤仔，哈？啊？哦，知吼，就是冤仔豆仔吼，即种副词吼，或者是形容词吼。啊，过来后壁即我著看无啊，拖铁，咱著查一下吼，拖铁。THOA 是拖 THIH 第8声 T， 拖铁，台语大词典的用的汉字吼，头一字有汉字，第二字无汉字吼，我等下看即个原册。过去是拖沙吼，延迟即个应该是typo吼，延前去啦吼，叫做拖铁。后壁例句是做代志毋通拖铁吼，即你做主管的吼，啊是讲有时啊你是大人骂人做代志毋通拖铁吼。虽然我今仔日才学着啦吼，做代志毋通拖铁。另外一个叫做拖铁边就是慢性病啦，就是迄病拖足久的吼，带病了拖5、6冬哦，医袂好即种拖铁边吼，拖铁边慢性病。咱来看即个日文诶原文，拖铁边吼，拖铁，铁是元音吼，啊因为拖铁边后壁佫加一边，就爱变调吼，拖铁边。拖铁吼 ，no bi 哪路嘛是就是延前的意思吼。哪甲必去，即拢是变长去的意思吼。做代志毋通拖铁吼，或者是拖铁边吼。OK 是安尼意思无毋对。拄则讲要看一个啥物？哦，延前吼，拖沙延前。好，咱转来遮。冤仔拖铁吼，逐逐拖就对啦，袂互你随死。到无气力的缘故，即个气力我相信是气力啦吼，啊用迄个读册音写气力，咱查者吼，气第3声力 LEK 第8声，无。查者找台语看。哦，1957台湾语常用语类吼有收气力即个音啦吼，啊当然伊是就是并列啦，伊甲即个读字音甲白话音，平常时讲话音拢写出来。咱平常时讲话是气力，啊你若要甲即个汉字直接用即个读册音念出来，就是气力吼，或者是气力啦，气力是白话音啦吼。汉字使用的所在，使用汉字的所在吼，或者使用汉字的国家吼，因对汉字
通常是就是有两个音来读吼，一个就是叫做读册音，就是即个汉字本身你或者即个汉字伫词典顶头飘的音就对啦吼，你去先空气词典所飘的音就是迄个音的读法安尼吼。哦，我知影日文嘛是相款吼，日本话嘛，日本内底你若看着汉字吼，有足侪音嘛是用因混读的时阵，就是即个读迄个字典词典音。另外一个音就是因平常时讲话，或者是咱平常时讲话的迄个白话音吼。啊，简单讲，譬如讲落雨迄个雨字吼，雨白话咱平时讲话就是雨嘛，咱袂讲雨嘛吼。啊，但是伫个词典的读册音就是雨。雨、雨甲雨其实是完全无共的音啦吼。啊，搁较明显的表达，譬如讲，伫个日语内底是雨嘛，敢若有雨的音啦吼。但是因平常时讲话是讲阿美，所以你有啥去看伊汉字顶头飘音就飘做阿美安尼吼，迄就是飘音的迄个白话音，因叫做混读音吼，一个是往读是音读的音，就是直接读个字典的音，另外一个读，所以是叫做音读啊，另外一个是读伊的意思叫做混读吼，教训的训吼，迄个训就是鬼祟的意思吼。啊，所以呢，其实这日本人用足多啊，但是台语的人吼，就较袂晓讲哦，我会当混读，我无一定爱读迄个音读，我无一定爱读词音，我读白话音就好啊吼。所以一徛会徛，你会当写迄个汉字，但是你读做徛。所以呢，其实我足讨厌人讲啊，迄个汉字毋是安尼，应该安尼写，应该安尼写，讲到一大摊，意思讲一定要找一个，应该找伊正港的汉字的表达，才是啥物款才是好，才是正确的台语表达。其实吼，迄拢是害死人啊！为虾米我一定爱用？你今仔日若要求日本人讲写雨就爱读雨，因就无法度用啊，因为讲阿美嘛，因平时讲话袂讲雨嘛，因讲阿美嘛吼，阿美甲呼噜嘛，就是我即马天气你就有雨啊嘛，伊袂讲雨甲呼噜嘛，就是你袂当用即种扭曲你即种语言的方式去用迄种文字啊，我安尼表达毋知你当理解，你毋通用迄种扭曲，就是甲你本身的即个语言变甲走拽去的方式来去用迄个汉字吼，你应该用你即个语言本来安怎表达就安怎表达吼，汉字写出来就是安尼念安尼。啊，但是伫咧中华民国教育内底吼，伫华语足明显的嘛，你若迄个注音符号较早考试考注音啊，注毋对去，就甲你打叉叉扣分啊吼。伊无想着讲，其实你平常时的语言表达可能毋是安尼念的吼。例我就袂讲，你应该知影。即摆上侪吼企业吼，人讲资源啊，人问题就人都念企业啊，你敢会当共拍册啊？好，10:17吼，我甲第二段搁读者吼。患若顶伫12个人，较常是3、4、5日，有诶较侪日才死，是因为因温润仔拖铁狗无气力的缘故吼，就是温润仔死，就是因为袂一个死嘛，所以就是拖甲规个人拢无气力去啦，才死去吼。啊嘛巴肚枵嘛，啊无水通啉嘛，所以其实会当拖3、4天，因就无简单，可能会有人用水吼，毋是水啦，会用布啊啥。我伫咧圣经看是因一寡同情耶稣的一寡妇人人用布，用一支竹啊竹篙啊，用布润淡，互伊啉水安尼就对了，互伊喙唇互伊淡安尼。18分，咱继续。我看后还是单过来读吼，我甲读了。正手边即2、3第3段吼，耶稣的死毋是因为安尼吼，耶稣我拄则讲吼，耶稣吼，Jesus 吼，或者 Jesus 吼，拢比耶稣即个因为苏里已经母音完全走逝去了嘛吼，应该是耶稣啦，应该是耶稣啦吼，耶稣的死毋是因为安尼，
一项是因为伊6点钟久若定就死，吼，就是一定6点钟就死去吼。气力还袂尽，哦，这真正是吼，读用科学的研究的方式吼，讲究科学的人，你写一段吼，我继续读落吼。第三段即两三第三段上尾一字，佫一项是因为伊迄碟要死，毋是亲像人无气脉的款式。新药讲伊用大声明明讲几句话，气才长吼。伊最后讲的话我煞袂记吼。你有兴趣再去现迄个四本福音书上落尾拢会写讲伊死的即个情形吼。四本福音书就是路加、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吼。可见耶稣的死是因为别物的缘故吼。伊无安尼讲，我较早圣经读遮侪遍，毋是遮侪，读遮久，毋捌注意到即项吼。耶稣定6点钟后死个吼。照理是袂遮紧吼，至少拢有拖一两工。当论到人会死，顶头即段敢有啥特别讲的？我看耶稣会死，毋是因为安尼，一项是因为伊6点钟久若定就死，气力还袂尽；佫一项是因为伊迄碟要死，毋是亲像人无气脉。气脉我要查一下即个气脉吼。伫咧第三段即两三四第5段上尾即个词叫做气脉。气脉可能嘛是气力啦，我看一下，但是迄个脉字就趣味啊，气脉MEH 第8声，无 THUI 第3声 MH 第8声，无即个词。我看找台语有。找好，大理大词典是收气脉吼，气脉就是气脉吼，华语叫气脉吼，气脉。鬼说就是血脉吼，血脉啦，血脉吼，血的循环叫做气脉吼。其实应该是气的循环啦，吼，伊鬼说是讲血的循环。迄个1973 Embry 鬼说就是讲叫做脉搏 pulse 就是气脉吼。所以脉搏就是气脉吼。我今仔日才学着吼，气脉就是脉搏吼。看一下大理大词典原文解说。这个版本毋捌看。这个版本哪遮歹？遮歹现气脉伫倒位啊？徛芳起风。伫遮气脉吼，气脉啦吼，大理大词典是写气脉。气拄则讲的嘛，就是白话音嘛吼，气叫做气嘛吼，气力一口气吼，咱是气。基诺马哈里吼，气的循环，或者是命库哈古，命库哈古就是日语的脉搏吼。所以相反就是有血力行即个循环叫做气脉，脉搏嘛就是气脉吼。有气脉，命库甲阿鲁健康就是讲你讲一个人真有气脉就是健康气脉较旺就是伊的血的循环较好，就是气脉较旺，就是讲即个人真有精神啦气脉较旺。我看下其他的，
开咩？毋知有例句无 ？Ambridge 啊，因这是迄个英语词典，可能无啥物例句吼。咱搁转来遮吼，讲耶稣要死诶时阵吼，伊定要死，毋是亲像人无气脉诶款式吼，无对则讲肺顺宽吼，还是讲精神较好诶迄种叫做气脉。无气脉就是无精神嘛吼，迄种款式。因为伊最后佫大声喊讲啊，啥物我袂记伊喊迄句啥，反正就是伊后来有大声喊一句话吼。神有讲伊用大声明明讲几句话，气才断吼。OK， 所以即只佫讲提出一个观点吼，讲伊死诶缘故是啥吼？耶稣死诶缘故，伫遮伊要归世啦吼。但是咱今仔日时间到遮吼，咱后回再过来说分明吼，看耶稣是安怎死诶吼。伊毋是像别人是大家拢是断开死诶，嘛是断开死诶啦。但是奇怪是别人断开是3工后，伊断开是6点钟后，为虾米吼？若要知影分明吼，咱听后回再来说分明。会歹势，这我袂晓安尼讲，这天桥较讲古诶人拢会晓讲，我无好徛。咱后尾再来讲一下分明啦吼。好，可见耶稣诶死是因为别物诶缘故。我后尾再查看人安怎讲，我嘛毋捌去注意听。歹势啊，细汉诶时阵哦，敢若顾看书啊，毋捌去注意讲迄个讲故事人，或者是讲。我少汉咧去看迄个什么华玲珑啊，所以因种讲话方式其实我较袂晓吼。无啊，我嘛较介意你即种诶。歹势，我实在是我袂晓华玲珑。好，剩5分钟，大家开讲者吼。我若有问题会当问吼。哇，今仔日遮热闹咯。你著讲问应该问一个。嘿。拄则阿看问，我来应一个。就是拄则迄经文内底遐故事，还是看你有方便吗？拢甲恁扭起来啦，若要开讲做恁开讲袂要紧，因为我要搁继续念落足喙焦诶。休困时间，大家若是食手，我就应起来。我拢甲伊扭诶，好，我来摕一下水恁开讲。好，你会使讲。好，迄个我是举手要甲朋友甲你支持啦，开这房真好吼。迄个我知影个，我来分享一个吼，感谢。到7点钟，伊就当场断开。这是就科学来研究是安尼啦吼，但是就神学来讲，因为伊爱死了后较会通阁活，所以又讲一个比喻，就是讲伫新约，咱即卖咧讲的圣经吼，总共有66卷册，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新约旧约对创世纪吼，摩西的五经一直甲马拉基书结束了后，中间有一个48章，迄叫做沉默的48章，拢点点。了后新约开始的新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才开始一直甲启示录结束。伫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个福音内底，耶稣讲着一句话，讲一粒即个麦子吼，迄个小麦，伊若无落伫个土骹，伊无死，伊就无法通成做种子，能够发芽出来。所以耶稣伊咧比如讲，
伊就是爱几点钟啊内底就爱睡死，了伊较有法度第3天佫活过来。这是先学同科学咧解说讲为什么耶稣伊会遮紧，像一般人的即个溃烂，伊的死亡的时间会遮紧的原因吼。然后第二点，他拄仔迄个阿关了讲到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就是讲吼，毋通用讲即个汉字是安那咧讲，因为吼，伊圣经伊的翻译的路径是安尼，圣经是希伯来文写，那有翻做即个希腊文了，较翻做英文，较翻做中文，也是讲翻做台文。因为中文和台文是共一个时间吼，看咱即摆去计算，差不多伫咧150当前做伙同时翻译的吼。150当前的时阵，中文翻的主要的版本，大家拢用和合本啦吼。但是当迄个时间1895年的时阵，巴克利即个牧师，参马雅各，因两个人做伙开始推翻，就是即摆即个巴克利的版本。所以如果讲用中文较佮甲读说台语，根本咧翻译的过程内底是无即段，直接就是对英文版有遮的传教书。以前的传教书叫做代志释放，伊本身有伊家己正式的头路。比如讲，我讲的遮个人，伊有可能伊是医生，吼，伊照着医生，伊一方面替人咧医病，同时伊会做传教的动作。啊，伊嘛咧一方面就是讲，思考要安怎互即个语言会当互大家看有，所以大陆文的版本就安尼走出来吼。啊，即个阿宽兄头拄仔讲着吼。伊较采取的、较介意的是即个巴克利即个版本吼，因为巴克利即个人为什么遮重要？是因为伫1895年的时阵，日本兵要入来台湾的时阵，台湾的人无愿意讲叫日本人接收，所以先伫咧台北城大道埕推杀张金相，就是清朝派驻台湾最后的一任心腹孙府吼，来成做台湾民主国。迄是台湾正做用台湾立国的第一届，历史上的第一届。总共吐156天，嘛是失败。到尾大家想讲台北放弃，台北开城，高演用开城，了较想着讲，以前府城就是台人，搁伫台人推杀一个人出来做总统，继续第一任台湾民主国的总统。这个人因为当初伊是清朝参法国咧战争的时阵无用的，这个人叫刘永福。啊，总统府设伫即卖车卡楼的正对面，迄个红色迄间叫做大天后宫。但是刘永福呢，看到日本兵接互烧钱，而且佮有早唱起来吼，伊就是暗时啊对安平港坐渔船绕跑走去下门，啊暗时啊正做伊就是看迄个片一领球啊，所以也无人共是咧讲刘永福的代志。啊，到即个时间已经拢是叫做群龙无首时阵。台南人较推测一个讲，即个阿斗啊，就是巴克利讲，反正你是阿斗啊，日本人毋敢甲你安那，所以即个正钢铁向日本人东投看，就是愿意开城互伊击败，但是要求巴克利对日本兵要求讲，你击败了后，绝对袂当伤害台湾人，任何台湾人你拢袂当甲伤害，所以为什么即卖会着起一个巴克利的公园，巴克利教会？包含因建立台湾第一间的即个西方的病院、神疗病院，去台湾的第一间的西方的即个中学，去台湾第一去发行台湾第一份的报纸，就是阿关兄所使用的即个台湾教会公报。所以巴克利即个人对台湾的文化，看伫咧历史上为什么有遮重要即个地位啦吼？好啊。这点我补充一下吼，拄啊好，今仔日迄个阿关兄有讲到即个索多玛跟迄个罗摩拉这两个城的问题啦吼，这两个城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创世纪一开始的时阵，摩西5经吼，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跟民数记，其中伊记载着就是讲，上帝甲摩西讲，你爱带一个使命，甲遮的人。甲以色列人对埃及救出来了后，到什么所在？到我要应允你的所在，迦南美地，迄搭遐充满了牛奶含蜜，旁边的旁蜜的所在，是一个真水的所在。你爱甲人民甲以色列
带去迄个所在，我已经甲所在传遍遍啊吼。所以即两个所在真水，但是遮个人到遮个时阵，因已经袂记个当时因伫埃及受着的苦难，开始做一寡，就是差不多阿권兄甲大家讲的吼，迄个我用华语来讲吼，行不义奸淫之事。啊，伊个所谓行不义奸淫之事，最主要是咱用即卖的话来讲，伊就是之奸啦，男恋啦吼。包含讲，甲人灌酒了后，比如讲3个查甫的咧做伙啉酒，甲2个人串通好势了，甲1个人灌落醉了，即2个人甲做之奸啦，这里伫当时是完全无法度去接受的吼。即卖同性婚姻是时代无共款吼，但是伫伦理搁早比法律搁较进前，所以耶和华决议讲应该爱甲即2个城甲灭掉。灭掉时阵，咱会听过讲诺亚方舟的故事吼，先用大水，但是了后搁用大火。啊，以科学来看啦吼，大水是冰河时期，北方的冰融掉了后的时阵，全部拢淹去啊。那大火是迄个时阵有一粒比火星搁较大的小行星去撞伫即2个城内底吼。啊，以科学来看，这差不多就像讲，为什么咧台东咧炸邯郸，还是讲台南咸水咧做迄个炸风炮，共款的道理，就是讲用火甲迄搭遐，因为即种无正常的性关系会带来一寡无必要的病。那用火也是讲用隔离的方式吼，就亲像咱即卖咧流行的武汉肺炎，用即个方式共款来做治理。所以以科学跟医学的观点来看，迄个年代实际上确实真正曾经发生遮个代志。所以耶和华最主要是讲，即2个城互伊足失望。当时伊嘛要做即个动作，所以有的人去批评讲，基督教是真暴力咯吼，真暴力的一个宗教。但是徛伫神学和科学的观点是感觉讲，这差不多亲像讲吼，你若是身躯生一个瘤，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安尼迄个瘤就应该挂掉。所以当时耶和华伊采取的动作，就是甲即2个城全部拢灭掉。是即2个城，互伊机会，互伊悔改，但是已经无愿意悔改啦吼。我迄个互伊机会，这是安尼吼，即个袂当食迄个苹果吼，即个了后伊的后代是毋是有生亚当含即个伊爸伊有生了的时阵吼，伊的后代传落去，即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现主是基督教即个派别的祖先，以实玛利就是现主是即个伊斯兰教的即个祖先，所以伊拢是共宗的吼。遮的乡民去甲即个亚伯拉罕求情，亚伯拉罕嘛去找耶和华去求情，耶和华讲好，但是你只要伫即个城内底，你只要找10个基神就好，就是基神就是你完全拢无犯罪，你的心内含肢体拢无犯罪的人，也是即种找无。找无的结果，就是咱看到圣经所记载，后壁耶和华也是用大火含大水，甲即2个城总共拢甲灭掉吼。下尾我补充一点吼，即个阿권兄头拄仔讲一个真好吼，比如讲，咱若用中文用汉字来翻，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举一个咧约翰，即个咱用台语来念是会作数，因为这开始正讲的即个英文有叫。即个伊的外来语就是西班牙语，啊，若上早搁推送过去的时阵是伊要来语对无？咱若用中文吼，约翰，即个念起来就足奇怪吼，因为伊一寡迄个翻译内底爱搁较习惯错，啊是讲因为吼，迄个 J 伫迄个西班牙语伊会发做 Y， 还是发做 H 音嘛吼，所以。头拄迄个阿권兄咧讲的是，我咧真认同，就是讲吼，因为我了解，我会理解是迄笔个文了变英语，了较中文，还是讲英语变台文，因为传教士伊无学过中文啊，但是伊一开始来的时阵，伊就来到台湾即个所在，比如说巴吉利因遮人，因上早是伫高雄的旗后即卖叫做旗津啦，为什么叫做旗后？旗山后壁面迄个小岛叫做旗后，旗津。伊是伫迄搭遐起来了，啊，渐渐感觉讲要传到台南府城人上济，所以伊要伊较即个伫台南遮徛起，所以因无经过中文的训练。啊，咱后代的人若讲甲要研究古早时代的圣经，佮甲思考头壳佮台语换做
中文较换做英语，安尼就完全是错误啊。所以头拄阿群兄咧讲的时候，我是一直点头。我甲阿群兄头拄讲的部分小做一个补充，以上。感谢 Eric 吼，做遮详细补充，因为咱这课是录音啦，我先甲登起来，咱继续开讲袂要紧，我等下佫开房来开讲。我即马甲即个房关掉吼，歹势我先甲关掉，咱我等下随开房，咱佫继续开讲吼，歹势。多谢大家。多谢。多谢宽。好。歹势阿宽。因为我甲因，我最近就是一直拢分享，然后一直有因一定爱来，强迫伊一定爱来。安尼哦。对，一定。Eric 伊足侪物件会晓讲，我袂记甲因讲，我是一直讲你真好，你调过伊花这时间互我1点钟，而且你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就是因为那个要录，然后就是聊天会分开，我没有特别去讲这件事情Eric 很多东西想补充，所以不要紧。就讲得久，我刚刚有想说什么。不要紧。我即马我本来想要改一个房间的名，我讲make it public，make public 房间的名要哪改 ？public room bedroom title 伫遮吼，咱就叫做Eric 那个对，因为那个阿全他录音，然后我忘记跟你们讲说那个，就是他时间会切比较紧，就刚刚好啦。就是他有他的想法，然后固定量，然后聊天是分开，对，所以先时间中断。我刚刚有想在那个上面，或是飞机里，然后跟你画圈圈，就是导播那画圈圈，跟你说节奏要快一点，因为我们是讲好1小时控制到半这样子，10点半就1个小时，9点半到10点半，对。然后所以那个我想要去阿宽就是也很开心，然后很喜欢你的分享，然后我觉得他也都一直很感动我们所有人这样子一起到顶了呢，然后所以他现在又开了一个，就现在又开一个这个聊天房，都可以上来讲话这样子，他也很喜欢跟大家闲聊一下这样。好，我已经改即个房间的名吼，待去开讲黑白讲吼，凊彩黑白开讲啊，歹势是当然你若无用的有代志的，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上来聊。我即马我甲我直播禁掉吼，因为我即马我直播拄则还袂禁，我甲直播我生配信吼。对，因为毕竟那边有那个直播，然后录下来那个之前我跟阿全说就是。